福宁哥，哎，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你就这样乖乖的都静静不动，怎么会看不到？哎，你这个嘎贝啊，哎，好特别，很帅呢。因为这个呢，我平常穿的是比较 hip hop style，现在呢，嘎贝对哈嘎嘎，我穿进来变成一个这个时尚界另外流行的文化。哇，棒姐，哎，这个民族风啊。哈嘎尼的 model 就是你了，我跟你讲，没错，哎，可以代言，还可以挤出那个阿诺的身材。哈嘎嘎的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民族风可以代表？你不要看我长得矮哦，我也有哦，看到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们这个帕莲呐，帕莲太漂亮。哎，不错，那我穿这个民族风，你再戴这个项链，干脆你这给我戴，我比较一套啊。哎，真的吗？下次啊，不然你这个背心嘎贝给我穿了，我还可以变成这个整个拖裙啊。要走一下吗？啊，不是太大。对啊。会不会太大？走呀，真的吗？直接套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不错，因为这个可以领导这时尚界的流行，另外一个流行，对不对？帅。哎，但是啊，你除了这个以外，嘎贝还有没有那个其他的民族风？哎，你碗，我以为你要看我青春痘，有啦，青春痘大家都有。对对对，你碗啊，有看到吗？阿公本来啊。也是你阿公，阿公呢要叫我去这国外多见识见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。所以你有去过日本有没有去过？有。韩国、泰国，大家呢现在都是比较想往国外跑嘛。对呀，我觉得我们客家文化呢，也可以吸引一些观光客来研究啊，或看看我们客家传统的文化。其实我们有我们的哈嘎村呐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哈嘎传统的对呀，文化啊，然后大家来这边呐，可以好好的吃我们的哈嘎米色，还有吃我们的哈嘎伞，有没有？还有哈嘎妹妹哦，印象哦，是呀妹啊，哦，最漂亮。找朋友来哈嘎文化看一下吗？好啊，桃竹苗看一下。好啊，我去打电话。好，你做一个 ending啊，快点。所以啊，各位只要后哈嘎发，你看看，我们就变得很优秀的哈嘎人啊！我们有哈嘎文化，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哦。OK， 哈嘎界，哈嘎界，拍脸，泥丸，日本，韓國。泰國。